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过七八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侯友宜是一再强调，若准党选的组成联合政府，国民党就批评讲，这款的行为就是一个操作起步。对今年开始，义务役恢复做一年，若是期末测验无通过，若无结婚假，继续测验无摕到证照，也无1万外块的奖金。国道3号上北，伫个南深路交流道有一台拖拉机弄到头前轿车，5台车拢做火，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轻重伤。讲到这礼拜六就要大选咯，3位总统候选人也拢伫个南部拼选情，下晡拢走去台南拜票。面对着国民党侯友宜讲，若准伊选调要组成联合政府，国民党就批评讲，这就是一个操作起步效应，也批评民进党攻击伊独立建华城，讲这两党拢已经选举选甲无步啊。大清德是批评国民党无注重南部的发展，也若侯友宜也骂大清德，唔敢查台南的光电弊案。支持者举旗啊，列队欢迎。当这话口号，那就被政治暗拢伫高雄做势。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地采配早起继续留伫高雄，下昼是到台南继续扫街。面对侯友宜一定化工做联合擂鼓，郭文地认为是咧操作起步。国民党哦，我讲哦，他也选到一波部落，一下纯就操作气吧。其实我非常清楚，你知道哦。如果把这个选举搭回这个选举的主轴是统独对抗的这种2极对抗，不用选我都知道结果啊。国民党批评国民党高反击民进党指控独立建华城，强调有证据都去提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车队早起为屏东出发，一路扫街到高雄，批评国民党政府长期东北侵南，特别是屏东佮提出均衡国家建设计划，和社区均衡发展。我有提出了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我希望每一个城市都能够均衡发展。共同往前走一步，远比任何一个城市往前走100步要来的重要。早起走高明，下昼回访台南，赖清德下甲新北出发的副手萧美琴南北侧联专带大车扫。那国民党侯友宜采配地方看做赖清德大本营的台南扫街时，无为记咧批评台南公电路赛顶被安全伫赖清德林台发生，防卫高起步感谢发生，侯友宜讲话保留。组成有权有责的联合政府，坚定家己的步伐，向前行，走到最后，我相信台湾人民是第一的。台湾人民要完成政党轮力，得到集中力量。因为民进党辜负南部人，侯友宜发声爱选民觉醒，佮表示会组成联合擂鼓，选前最后一礼拜，那就被拢选着为台南出发，下昼佮较会同齐伫台南拼场3天夜拼战力，展现无退让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大选的时间接近，中国继续扰乱台湾。国民党的副手赵少康就进行化工，一个国台办甲因化声，讲这选举前一个礼拜军机卖来乱。不过萧美琴表示讲，若这礼拜两方爱长期和平稳定。若讲到最近这高端合约变作是选战的焦点，赵少康就问讲，这高端合约为什么爱保存30年呢？民众党的吴欣盈也讲，合约若准备公开，就爱全部公开。到困难的选区新店补选，加候选人用车队拜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行程真满，早起到10指归人这所在，下晡是转来湘北。对手赵少康向对方喊话，选情强其强南，卖侵了台湾。萧美琴讲，若是这礼拜，两方要长期和平稳定，符合国际期待，呼吁对方爱负起责任。当然，这个礼拜台湾有非常重要的选举，但是每个台湾人民都希望两岸是能够和平、能够稳定的哦。我们任何时刻都不欢迎共军用恐吓威胁的方式来干扰台湾人民的生活。老公会不会听？我真的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决定的嘛哈。那但是呢，至少我敢呼吁，我敢要求。那你们敢吗？我告诉各位，如果1月13不幸选的是赖清德，我保证不要等到520，不必等到就职，两岸就会开始紧张。来到中台湾，到南投府选立委候选人马文君、赵少康，搁再讲两方议题，强调若赖清德当选，唔免等到520，两方就开始紧张，呼吁选民用选票来改变现状。同时也质疑高端合约一直未公布，唔是威士忌愈藏愈芳，为安怎爱保存30年嘞？另外，民众党吴欣盈也话话，若要公开就全部公开。我们党的态度就是说，
要公开就全部公开，否则部分的话，就是在打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策略啦哦，对民众要诚实诚信，对，这是一个对政府信赖的一个危机。吴成英下晡到新竹进行车队拜票，先用台语甲大家拜年，并且介绍家己阿公吴火西就是出身新竹，也搁再讲到美中台关系，鼓励强实内容有当时的时空背景，就希望有新的对话甲新的讨论，搁再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本台伫咧休会，立法院今早起进行调野协商，是因为国民党团提案要求针对高端经济召开临时会，落尾调野是达成共识。明仔载行政院长陈建仁会带相关部会首长列席这个临时会，也提出专案报告，接受因的质询甲备询。另外，卫福部伫车杯有搁再发公文，予高端提早公布合约，不过高端迄边是拢无回应，这也代表讲暂时看袂到。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大选前5天，本来当地休会，立法院要伫初9规天召开临时会，因为国民党团指出，副总统赖清德进前表明认同公开高端的合约，不过行政院一直无动作，提案要求院长陈建仁甲相关部会首长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质询，调野协商了后达成共识。这个合约到底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这第一点。第二点，有没有图利特定厂商？第三点，这个疫苗有没有符合国际标准？在疫情的期间，这么紧急的状况下，却来去做相关的一个护航，甚至引发国产疫苗后续的争议，我想这个是国人非常不能接受的。民众党时的党团拢表示，希望会当清楚高端 EUA 申请估计无正常的状况。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讲，执政党愿意好好面对，因为对高端的争议，立法院邀请国会报告3届，国家委员会加调也小组的处理已经开超过20场会议。批评蓝营即马搁拍高端，是因为选情着急，进行政治操作。审计部的审查报告也做出来了。有63个人是一言提告都不起诉，这个工作请求技巧嘛。111年的11月3号跟11月22号都有发函，请他提前公开合约。这一次我个人也跟高端联络很多次，那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回复，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发公文给他，请他考虑提前。卫福部是讲，已经真侪届向高端公司建议，会当提早公布合约，毋过拢无得到对方的同意，会持续沟通。所以伫高端大营进前，初9行政院专案的报告内容，恐惊也是看袂到高端疫苗的合约。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国军恢复今年的义务役，头一批600名役男，伫1月25入伍。这期末检测也会结合震撼教育训练。若准无通过的人，毋但袂当放结婚假，而且佫爱留落来1礼拜补测验。若准无摕到这结婚专中证书，就派去部队，毋但无应付假，也无法度领到1万外块的专业假期。国军元旦开始恢复今年义务役，头一批600名役男会伫这个月25入伍，进行8礼拜入伍训练了后，最后测验会结合震撼教育训练来测试，也就是配置机关枪，一直射击空包弹、TNT 炸药爆炸才进行，模仿战场环境。无合格人袂使放结婚假，必须爱留落来训练1礼拜补测。若补测也无合格，入部队了后，除了爱继续训练，袂使放应如假，也无多领1万外块的专业加级，刚领到1万外块的本薪，必须要摕到结婚专长证书才有法度领到。另外，为着因应新制役男入去军中有无法度适应，造成抗命甲逃兵这状况，国军也强化军法纪律教育。军纪的教育课程由过去的2个小时增加到4个小时，法纪教育的部分调整成入伍当天都要来实施，主要是要教育他们在由民转军的过程当中所适用的法律不一样。国防部也正式规划修正《陆海空军订法》，明定义务役男悔过执行期间未算入役期。另外，外界呼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的声音，调野立委拢认为应该细心来评估。国防部我觉得要提出实际的过去这几年的案例，那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状态底下确实没有办法管理好部队？我觉得也必须做全面性的检讨。部队的管理其实有时候法律只是所有的一切的最底线。让我们的阿兵哥进来这1年的时间，对他人生有正面的改变，我想这才是我们军队未来要更进步的方向。
国防部讲，因为即阵社会各界有无同的看法，伫检讨军纪维护甲人权保障的前提下，会广泛来收集意见，充分来研究，完备的法制作业提出了后，才将修法内容送立法院去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国防自主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国要研制后一个世代战机，协助这个用英具高级的汉上着发声。希望蔡总统落任进前会当确定家己研发、家己制造的初级教练机。若无这个用英伫2026年量产结束，就无相关的案件延续咯。到时阵国内航空人才可能会阁流失。世代永远高到机天天顶飞行。去年12月，汉翔董事长吴开宏亲身坐拄出请的永英飞去台东校机，展现国机各造能力。总统蔡英文初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台湾爱国研制后一个世代战机，延续国防自主量能，协助制作永英的汉翔，期待总统下任前会当确定家己研制初级教练机。永英高教机预计在2026年，也就是115年的整个量产会结束。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还不能够有相关的案子延续的话，对整个国内的相关航空产业会造成整个停滞。这个时候，人才的流失就会再次发生。因为初校机研发工作伫2021年就停止，空军2033年有换新的需求。汉翔表示，已经甲中科院完成第一阶段设计，国家国内有上百间厂商有能力参与研制初校机，自制率会当达到70%以上。那做专案启动，估计差不多4年会当完成制作，甚至飞行8年会当量产。如果国际国造，它可以创造国内相关产业的量能，500多亿里面至少有390亿是会留在国内。专家分析，除了家己研制，也当考虑得到国外成熟产品伫国内制造的授权生产，也是模仿 F5合作生产模式，也是当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合作生产的方式，那这些当然的确你要付权利金，可是事实上来讲，你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真的从国外取得成熟的产品或者是成熟的初校机，那就完全没有优点。其实这个是要多方去考量，那取得它的一个平衡点。若是汉翔计划各做下一代战机 ADF， 专家认为，若亲像 IDF 战机，敢若提供咱国空军使用，安尼问题无大。若是要外销，内部关键的装备系统，像讲喷射发动机、通用雷达、机上武器装备，都要国外购买甲授权，外销管道恐惊会受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卖汉堡角的汉堡王宣布，对初九开始17项商品要起价，平均是起2%。另外，食甲饱的汉来海港自助餐厅表示，对3月初1开始，这间分店会起30块到100块。有专家认为，讲这台湾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国际原物料价格已经开始直咧落，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有机会降到2%以下。来到小食店，想要点一碗面，还是切一个卤菜，不少民众为着省钱，唔敢加点。若是民众有感觉，2024年才开始，真侪餐点阁变贵啊。多年经营小食店40几年的业者，也花成本去吃不消。我东西没有多叫，钱都付了4000多。我问他，他说是菜有的菜有的会涨。业者啉咧无起，就惊人客走了了。也毋过也有业者决定无买紧嘛，宣布起价。有名素食店汉堡王宣布考量整体营运状况，为初九开始调整17个产品价格，整体平均起2%，其中佫以东方培根、香肠、古巴堡甲金龙起司薯起上济，一摆起20块。就薪水没涨，其他都涨。便当只是涨蛮快的啊，有时候加5块、10块，不知不觉就一个便当可能就90。因为食物就很贴近生活，然后也每天都需要去吃的东西。另外，有名自助餐汉来海港也表示，因为国际原物料起，加上基本工资起，全台7间分店为3月初1开始起30至100块不等，起上悬14.4%。有网友感觉新的一年才拄开始，伙食费起价可能甲基本工资起有关联。也毋过专家认为，台湾属于输入性通膨，因为国际通膨已经等于原物料继续行跌，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有希望跌落2%以下。现在超额货币供给导致通膨的这个情况，在今年就整个淡化。观察目前的国际原物料价格的走势，其实都是持续往下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而言那应该是今年全年度很完整的可以控制在央行设定的2% 以下。
专家表示，除非今年阁有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出现，那么今年整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踏几行步啊，通膨压力有希望得以顿复。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上北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今早起1点外发生车祸。警方调查是一台公仔车驾驶无保持安全距离，去撞到一台沙石仔车，加载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另外，国道3号上北南深路交流道有一台拖拉机撞到头前的轿车，变作是5台车撞做伙，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轻重伤。这驾驶表示讲是伊换车道时阵无注意到头前状况。目前警方也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几落台汽车弄甲密密麻麻，真侪警消人员到事故现场随救出伤患。国道这件车祸造成5台车连续对撞。我静止在那边等，后面撞，嘣一下我就下来了，看啊，后面都嘣嘣嘣这样子而已啊。赶快先救人。对了，我拉2个啊。高速公路发生严重事故是伫国3上北16.3公里的所在，挖近南深路交流道。一个47岁姓洪的连结车驾驶，车白早起11点外开伫外线车道，冲撞头前的轿车，才引起5台车对撞。伊是讲，迄个时阵按算换车道，无注意到头前的车况。互弄到的车卡规个毁损，尤其是银白色走来的车，互连结车弄到，车规台拢变形。车顶21岁姓吴的乘客送医不治死亡，事故造成1个死亡，7个受伤。涉案肇事驾驶无要紧，经过警方询问了后，甲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检方复审。目前初步是没有发现有酒驾的情形，那详细肇事原因由本大队调查中。拖吊车到场，将大车拖走。国道1号上北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车白早起11点外嘛出现车祸事故。警消调查，44岁姓区的气管车驾驶，好亲像无保持安全距离，甲山石车相压。这个驾驶捌掉伫车内，送医了后无生命危险。好在的化学组是空桶，当时嘛无装冰气。右脚是卡在那个加油的那个板子上面，然后左腿刚好压在那个门板上面。大车上国道不时传出事故，引起的死伤人数，国道警察统计，最近3年，同年至少有20人死亡，受伤超过500人。因阁指出，大车驾驶常常因为安全距离无抓得好，较会造成逼车。万一若是道路车况有变化，更较有可能挡袂住去弄到。就行进间的拦查比较少，因为大部分都采用科技执法的关系啦，也考虑到我们远景的执行安全这样。要降低大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拢有规划专案来处理。不过，若是大车进国道，因也坦白讲，即马大部分拢靠科技执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阿里山公路，今早起发生一场车祸，46岁老爸载6岁后生上山了后，摔冰落去30公尺深的山坎。警消到现场，只有看到囡仔，无看到老爸。说伫咧事故发生地点450公尺外的山坎，看到这个老爸，不过已经是吊伤死亡啊。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银色轿车卡伫沙坡甲路面之间，呈现45度，镜头看的角度，一边的车门全部拍开，后壁挡风玻璃破去。工机关在18线阿里山公路36公里所在往脑寮方向，车北早起9点左右发生车祸，一对细蛋白仔囝赛车上山途中无细离连人惨车，跋落路边30公尺深的山坡，出入到加132线路边。警消协报告场只存一个查甫囡仔。那伤者有1名6岁男童，脸部有挫伤，腹部疼痛，由本局救护车送往圣马尔定医院诊治。那另外，本案的驾驶因为未见踪迹目前本局出动空拍机跟嘉义县救难协会协助搜寻中。嘉义县关路消防分队表示，6岁查甫囡仔面有切着伤，甲腹肚疼，随即送去嘉义市圣马尔定病院救治，好佳在无大碍。不过伊的父亲46岁细蛋查甫人煞无看影。消防局出动特种搜救队、空气机，甲嘉义县救难协会同齐伫山区展开搜寻。从日尾伫下昼2点15分左右，伫事故地点附近内有450公尺的山坡吹着伊，救难人员对讲吊挂救起来，不过已经相当死亡。请警方于疑似自小客车翻落的地方约450公尺处的边坡底下有寻获到陈男，那陈男疑似因伤重不治死亡。那真正的肇事原因，警方
还依据相关施政调查中。因为家属记者送医，遗体已经交予家属甲警方处理。警方后手会调查厘清出代志的原因，提醒民众当地山区道路弯曲，用路人驶车应该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去年6月，这新竹人家厝家事爆炸，造成一个16岁少年家规身躯91%的烧烫伤，目前还阁伫咧病院治疗。家属表示讲，这半年已经开上100万的医疗费用，佫较烦恼这复健，佫需要开佫较侪钱，希望家属公司赶紧赔偿。新竹县长杨文科表示，这新竹家属公司有责任用上好的调声来甲因补偿。我整个是崩溃的哭，可是我没有让他看到，我就哭到我真的是只能用体无完肤，身上真的是没有一个皮肤是好的。看到后生打乌的皮肤，但妈妈是真唔甘。去年大家新竹县迪北市徛街发生家事起爆，造成16岁姓陈的少年规身躯91%烧烫伤，高中也伫咧南口中间的烧烫伤中心来治疗。这半年来已经进行18摆整皮肤的手术，到即阵空嘴拢也袂好。但妈妈讲后生较早真乐观，不过即阵对家己遭受意外想袂开，感觉绝望。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妈妈。他说：“我早知道我会这个样子，你就不应该把我救出来。”那时候就让我打击很大。但妈妈讲，即阵就是慢慢啊开播好听，也感谢后生勇敢活来，互家己自责的力量。不过治疗到即阵已经用上100万的医疗费，烦恼后续自费医疗药膏一条就要9000块，压力衫一套要4-5万，遮侪钱后壁毋知要安怎。希望县长杨文科甲家属公司会照因所讲的，赶紧赔偿。那目前初步也已经双方也有一些沟通，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合理优惠的方向之下来做一个合理的补偿。新竹家属公司是讲，事件发生到即阵，对姓陈的少年所需要营养品、甲压力衫、遮医疗用品以及相关的医疗费用，拢已经生出。另外，负担姓陈的少年爸母薪水的补偿，对着家属所提出姓陈的少年伤后复健进行的医疗费用甲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委请律师甲保险公司赶紧对家属要求讨论出合理的赔偿方案，用上大诚意，再搁甲家属进行第2摆协商，互这个事件早日落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因的国安体系敢是出问题啊！这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隐瞒家己伫咧元旦破病、住院治疗的代志，连总统拜登等国家高层含国会拢唔知影。奥斯汀妻子甲工课呢交接互人，抑搁伫咧外国休困的副部长希克斯，这副部长也是初时才知影部长住院。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初日接到来自部长奥斯汀的情报交接，也毋过连伊拢毋知影部长的下落，一直到初时才知影奥斯汀因为这场手术并发症，住伫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随上就连总统拜登在内的白宫官员、国家大佬高层、国会长拢毋知影。奥斯汀发表简单的声明，伫确保大众得到适当资讯这一点，我应该做得更加完善。我承诺会做得更加好，也毋过有一点也真重要，就是我的医疗疗程。我对我保庇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也毋过也是无讲到家己的病况甲病名。美国最近登会以下冲突妨害规矩、俄俄战术等国际安全局势无用刺激。国防部长为了党员无法度履行职责，已经违反应该通报的规定。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flict or the crisis spreading to the wider region, but to date, I think we've done a really good job of preventing that from happening. 即马国家严厉积极的是，那美国民众为安怎连国安高层白宫拢保庇，国家大佬新闻秘书罗就表示，奥斯汀是伫去年12月2日休假期间动手术，继续人倒去，也毋过伫今年的元旦暗时开始出现激烈的痛痛，后来就互救护车送去病院，带离加护病房。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是伫罗着初5召开记者会前15分钟才知影。另外，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是伫初2接到通知，也毋过伊无伫指挥连来，所以布朗也无向拜登也是国会报告指挥系统是到初5，也就是奥斯汀住院时间了后才知影。那奥斯汀的参谋长梅克萨曼也因为破病无法度伫这进前都发出通知，所以引起更较侪基本感讲无其他人会当通报。人伫卡达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初次表示，伊毋知奥斯汀住院元旦进前迄个周末，两人也有讲话，也毋过对记者问到较实性的问题时，继续回答。那总统拜登根据白宫消息电视的讲法，拜登初日已经甲奥斯汀通话，佮表示伊对奥斯汀有完信任。公司新闻5连编译。
2012年的时阵，伫咧挪威发生一桩枪案，这凶手呢布雷维克杀死77个人，落尾是去互判刑关21年，家己带一间高篮球场、健身房等相关设备贪腐使用。不过车牌呢，伊是第2届告挪威政府侵犯人权，要求解除毒机的限制，而且还有一个对外联络限制。2016年头一摆控告政府侵犯人权，判77条人命的布雷维克出庭的时，亚官立出手势，佮表示急求立场。伊车牌佮一摆提过，表示家己伫2012年以来，多方单独监禁，因此甲外界通信已经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任何人无应该遭受酷刑，也是无尽到，也是有辱人格的态度，也是处罚。代表司法部的律师表示，布雷维克构成继续的安全威胁，高正教化对伊无效果。应该维持隔离。44岁布雷维克是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于2011年7月2日，先伫首都奥斯陆总理办公室附近引爆汽车炸弹，造成8死30人轻重伤，然后走去乌托亚岛，继续警察攻击中左派挪威工党青年营的活动，造成69死66伤，加做史上上惨重的连续杀人案。伊审判时拢无后悔，将攻击行动描写是反对挪威多元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嘛引起其他国家的新纳粹种族主义者第2次发起恐怖攻击。布雷维克被判挪威法律中上悬刑期的21年，期满若讲有冤对社会构成危险，会当无限期监禁。当地司法注重教化。工作环境、人性素质，布雷维克单独关伫10平的环廊间，工作内底有厨房区、餐厅、电视房，甚至 Xbox 游乐器，也会当使用篮球场、健身房。布雷维克煞有真侪不满，怨叹家己无收、手铐无属实、环廊间无装修等等。去年捌申请假释。也毋过，被判定无悔改现象，无得到批准。真侪人认为，布雷维克控告政府甲挑战假释，拢是为着继续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宣扬新纳粹思想。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退休警官刘家升去年有去中国访问，就这个国台办的官员来解接待。这个月初2呢，刘家升防以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约谈，问话了后，请伊登记。不过刘家升认为讲已经损害到伊的名声，即摆由国民党的立委出来甲声援咯。万人按好心，万人唔爱客。因客户化口号表达不满。退休警官刘家升去年10月，以中国方面用招商客家乡亲的名义，到梅州等地参访巡军。在这个期间，有国台办的官员出面接待，不过倒来了1月初2和检调依照违反选罢法、反渗透法等罪嫌约谈。在询问的时阵，也讲到，伊伫咧军组内面有传两岸要和平的文理。虽然先后请回，不过也是和刘家升讲不满。我就觉得这无形中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还是什么在牵引着。我说我从年轻当兵当警察做了35年，你给我这反渗透法，真的对我很大的伤害。我说这传出去，人家会认为我叛国一样。检警调，大家都是公务人员，我们不要为特定的政党在当他的打手。那也立委批评，这可能是司法界的选举。刘家升是希望检调就要掌握到证据了才约谈，要重视人民的感受。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中国各地选举的情形正严重，手法也正多，检调约谈只是要调查过程，无需要扩大解释。基本上，我相信检调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要厘清。可是，如果连厘清都觉得要出来抗议，那这不是心里有鬼是有什么？上海赴陆旅游的这一些主谋跟主事者是我们侦办的重点对象啦。所以对于一般只是单纯去旅游或参访的民众，不是会直接会受到反渗透或两选罢法的侦办。根据法务部的统计，一直到初8早起9点，反渗透法案件总共调查100件，206人。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中国各地选举的步数正侪种，检调发现确实有接受接待的人，正明显表示讲有得到指示，将会支持特定的政党候选人，希望个人提高警觉。伫咧选前会积极调查，选后也会就法规无够的所在进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3月，这桃园平镇发生30多名误导成员拍学生的案件。这桃园地检署查出来是德联邦信堂诚信会社团的副会长职位，进前甲相关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调查过程也发现讲，这误导会招各中生加入，抓到这德联邦信堂圣主的会长，今仔日侦查终结，也依照涉嫌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甲伊提起公诉。双方谈判中讲袂话拍起来。去年3月，桃园发生一个姓陈的德联邦姓唐的副会长，因为各长的后生甲6个同学发生网络言语的纠纷，小酒到一间徛家去谈判。不过，却是找30外个人到现场，毋但夜倒来恐吓威胁，更加拍学生甲家属，造成有学生脑震荡。这姓陈的查甫人互抓起了后，被收押禁见，进前互依照涉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这罪嫌来起诉。对，因为他开工要比较复杂一点，人返乡来的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是知道有警察来攻坚两次。这场学校纠纷演变成最乌帮暴力的事件，检方继续搜证对账来源，更加查出姓朱的会长伫幕后主持提供资金，用公庙甲公祭活动，加做平常时动员的暗号，也指示这4单的副会长在干部，招无罪名的各中生加入帮派来做这个暴力的行为。朱姓会长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主持犯罪组织，以及刑法第277条第1项伤害等罪嫌提起公诉。各级学校也跟警察单位建立了自愿协定，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也跟警政单位积极联系，请他们进入校园协助处理。对这帮派吸收学生，要安怎来防止帮派入去学校？教育局讲，除了请警政单位协助，并且进行法治宣导，了解到风险偏悬的特定学生，除了加强追踪就学的情况，也用3级辅导资源稳定在校学习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暗时6点会举行头一届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各无线电视台暗时9点到10点会轮流放送各政党的竞选宣传带。不过，台湾基进、台湾绿党等小党开记者会，抗议这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时间是依照政党推派不分区人数决定的。也若讲到这个拿绿白3大党，一党是15分钟，像这款的小党呢，上少只有4分钟尔，实在不公平。因希望中选会改善。小党长不大，大党变2大。初八暗时6点，中选会会举办史上第1摆的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同一天，各无线电视台也会开始照轮暗时9点到10点播送各政党的竞选宣传带。但是初八3个小党伫中选会头前认清，批评中选会制度对小党来讲并无公平。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例如政见发表会以及电视广告时间的多寡，竟然与提名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与参选保证金成正比。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他们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整的去呈现他们的政见，很难求取曝光的小党，他只能够挑重点讲，就是让大党继续更大，越来越大，超级大，然后小党长不大。我们的国会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多元，因为小党要先撑过很多财务上的辛苦。因指出，政党电视政见发表会的发言长度是依照各党的不分区候选人人数，这造成大党有15分钟，但是小党上底只有4分钟。另外，放送竞选宣传带这部分，大党有10多分钟，小党上底却无够1分钟。有没有愿意先口头的表达你的意见跟想法？你们的意见我们会带回去研商。接下小党代表的陈情，中选会代表面对小党的提问，并无做出真侪回应，敢若讲会甲意见早登去讨论。小党代表指出，这摆选举已经无时间修改制度，希望后摆选举进前，中选会会当公平对待，让小党有发声的机会。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厝价悬，薪水低也影响到少年人结婚生囝意愿。这生育议题包含着晚结婚、囝生少、托育等等，拢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届选举也变作是焦点，三组总统候选人伫政见顶头，拢提出未来若阵选调会安怎做的办法，要争取选民的支持。
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资料，2023年前11个月，敢若12.4万个囡仔出世，有估今年数字会阁创历来上低。但是会当安怎解决囝生少的问题呢？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拢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看法，其中大问题是讲，若选调要设立人口发展委员会来统筹对结婚到生囝和老人人口等等全面的政策。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牵涉甚广，这不是单一部会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行政院底下要设一个人口发展委员会，针对少子化、高龄化或者壮世代计划，要做一个统筹的处理。因内罗强调是要推动0至6岁国家斗阵市2.0方案，把0至3岁囡仔送托育的比率增加到36%，嘛要增加0至2岁托育费用补助等等，来改善学前的托育服务。我会在蔡英文总统的基础上，扩大对社会的投资。第一个，我会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以及长照3.0。来减轻三明治家庭的负担。另外，校友期解决少子化政策是要补助30至40岁女性领导卵子，含推动公立国小免费的课后照顾，5万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工作权。我会补助冻卵生育30到40岁，女性有2万元一次的冻卵补助，6到12岁国家来讲，所以我推动。公立国小课后全面免费、人数倍增的课后照顾嘛。台湾自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驱动落来嘛，影响到各产业的人力和国家发展。但是囝生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加薪、厝价上悬、工课场对幼囝无友善等等。未来执政者恐惊得要全面性检讨这项解决。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对8年开始协助有心登记做地勤的空服员呢，甲中英航空争取保留职务津贴的诉讼。进前桃园地方法院已经判胜诉，中英航空爱赶紧甲这薪水还倒转来。空服员有薪期间袂使上飞机执勤，爱转任地面工作。中英航空较早对转任空服员扣减空服员的职务津贴，内政部同意减薪，会当留一停薪。虽然110年开始，中英无搁扣减职务津贴，不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认为，应该对较早的做法提起诉讼。桃园市地方法院进行判决，中英应该还因薪水。了解跟判决都已经指出，长荣航空扣减怀孕空服员的薪水这件事情是违法的。那我们当然呼吁长荣航空日后不要再做这个违法的行为，应该要配合国家的政策，尽到他的社会责任。判决内容讲，女性员工有薪期间申请改调较轻松工作的时阵，雇主袂使减少伊原任职务工资，互有薪的空服员被逼伫同意减薪甲留停无收入做选择。工会分析，因为中英空服员薪水结构职务津贴是空服人员固定薪水，甲同业无共，若做转调就会地数大幅度降薪，唔再产生这种劳资纠纷。现在要抗争的部分的话，多半是因为我们空服员如果到地勤之后，我们的 title pay 会被取消，所以这一次能够争取到就是 title pay 可以回来给我们，算是对空服人员的职务上面有另外一种补偿。对于法院的判决，中英航空无做回应。另外一方面，当地进行罢工投票的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批评中英航空干扰罢工行动。工会是讲，中英伫七八发内部批，询问飞行员伫咧罢工期间敢愿意支援公司的飞行勤务，不过问卷敢若一个同意的选项，根本是要求飞行员实名表明有构成不当劳动行为的疑虑。工会有可能采取法律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中教机构打出公告，要找大学生或者是65岁以上时段来做拍麻将的志工。学生若有这个志工时数通好来使用，也会当帮助这个时段来对抗失智症。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就吸引超过2000人报名。吃饼了。伫边仔详细看，若是中国有淡薄仔袂记得安怎出牌，嘛会耐心教导陪伴，气氛真好。伊是陆静文，研发产业管理系大学4年学生囡仔，因为未来想要继续做长照服务，佮因为有服务学习的时数，决定来长照机构担任麻将志工。好几年没有打了，可能有7、8年没有打。如果他有自己的意见，就让他
以他的为主，沟通上还好，就都蛮可爱的。这间伫上山区的长照机构，进前招麻雀志工，希望会当伫每礼拜日下晡2点至3点50分陪长陪耍。条件是65岁以上，也是大学生。本来是希望招3个至5个，无想到报名甲老的人共要超过2000个。这个都是失智的老人嘛，那所以我们希望找一样是65岁，但是他没有失智的问题。我们会找大学生的原因，是因为老人就会觉得，就是玩起来会比较有活力一点。除了拍麻雀，要长辈是耍倒椅来维持脊椎的辨认思考，动手嘛动脑筋。医师表示，长期一个人读记认知能力退步的速度会比别人较紧，而所以当透过计算思考、加动脑筋的活动。安尼脑筋较袂退化。失智症的预防或延缓，其中一个就是互动的部分。所以其实像麻将或象棋都是要有伴才能玩的嘛，所以这个是还有一个与人际互动的部分，也可以同步的一起增强。医师嘛建议长者活较老、学较老，积极学习加接触新事物，加参加社交活动，除了会较无压力，嘛会当改善像郁卒也是焦虑症这的心理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宫庙头前，会当定定看到一支乌灵旗，也有人家叫做是乌旗。伫台南就伫咧推扫乌旗文化画书，伊是这为互你看过介绍这顶头每一项元素。画书也讲，这乌旗主要是伫咧驱邪压煞，透过点破这乌旗图样，希望互大家认捌到这旗仔的文化内涵。选定日子，佮用五溪水一笔一画慢慢踏色，绘师当咧做庙口的法器，即号做五毒乌旗。叫庙头前采乌旗，经过了解，有代表心灵并马保障伫遮定手的意义。因为旗仔拢顺手工落去做，上紧爱半冬才完成。制作真够工，技术够大，愈来愈罕见。台南有绘师惊乌旗文化会失去，因摒势咧推扫，毋嘛互正人认捌背后的内涵。无去详细甲注意行就过啊。听人讲这是伫压刷、伫定体伫用的啦，嘛无详细甲了解。咱有画着咱遮有7星，才有9宫，遮咱3星，咧8卦。这规支旗啊，其实就要互人大了解讲，其实乌旗无像咱想的遐恐怖，其实伊是驱邪压煞。护国平民咧用的物件，这项文化有上百档的历史，咧做乌旗有分无共派门，表现手法甲图样拢有无共的变化。毋过会师讲，这支旗仔是上帝讲的法器，所以内底一定爱有8到7星，其中庐山法门结合28星宿参36观众等元素，佮有因独有的香炉花草，互圣道的机关通互众神听到。主要是阮即个派门的 logo 共款的即个香炉。这香炉代表的是玉体，就是恁兜神明啊，也是会使随着这香烟有无传递，互咱天顶的立位众神，互伊保庇咱安尼平安顺遂。为了互大家知影乌旗顶悬为意思，会师佮甲高项的元素提出来做解说。另外，会师指出，若做好乌旗有剔过了后，就禁起，唔通好现甲提起来乌白摇。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中华埔盐埔仔村过去是做糖产业发达，伫乾隆时期成立糖铺，也才有一个埔仔村这个地号名。为了要互大众了解这段过去历史，埔仔社区特甲社区内面无得用的空间变作是故事展览馆，小解过去做糖的产业发展，甚至佫用姜仔茶打造过去伫咧过糖的甘蔗石车。礼单仔一叮当，石轮缀咧西。过去刻糖就是用安尼方式来取甘蔗接煮糖。中华埔盐的埔仔村较早制糖产业发达，埔仔社区特别整理制糖发展的历史，要互大众了解过去糖铺的文化。较早是规模真大，咱这差不多有130家的这旱田，较产田就是讲来种甘蔗，是到了咱日本时代了，这个台湾有台湾糖厂了，所以咱这个糖铺的这个历史没落。埔仔社区表示，四甲先民康熙年代来台湾开垦，伫乾隆年间成立糖铺，所以叫埔仔这地名。为着制糖，庄内特别乌水井，村民食清拢靠一口井。咱古井就是咱四甲，即摆下代遮尔侪人拢靠这窟古井。食即窟的水，包括较早咱四甲咧做先人咧，伊的事业就是做糖嘛。伊做糖，
嘛是考即句古井。日本时代新糖厂出现，埔仔的糖铺收起来了后，市民继续伫遮生活。糖铺正做即阵的四架古厝，社区也邀请居民利用家当树皮、红砖啊，创作立体图画，希望透过展出，甲过去糖铺的文化、百年水井的故事，继续讲好后代子孙听。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高雄的国定古迹日本海军凤山武线电信所已经有100年历史。市政府对去年开始征收大埕堡，今年搁再得到中央5亿外经费，要全面征收，按算115年会当完工。红砖仔墙顶悬阁有一寡斑驳的痕迹，这是日本海军凤山无线电信所嘛有人号做明德班。去年4月风雨进行第1期的工程，修复上有代表性的大碉堡甲专区管线工程。今年阁得到文化部的补助，5亿外经费，拢总要开9亿，将这一摆修复完成，包括横跨景观，也阁有其他建物修复。全部下来就是总经费9亿嘛，我们总共。事实上补助了64%，也大概就是5亿4左右。对，所以其实今天大家报告，这一个案子走了12年，终于一次我们把整个修复经费一次到位了。日本海军凤山电信所伫1917年建造，这是100年前日本海军为着要加强海外作战的能力，来起3座大型无线电信所的其中一个。这碉堡甲办公厅，阁有日本时期的建筑风格，经过日本统治时代被实恐怖到海军明德训练班，国军时期嘛留下不少建筑物。尾仔伫2010年，互列为国定古迹，高达嘛真做重要的军事文化资产。这边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历史的意义，有多重的不同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啊。这些经验呢，都是我们所有在这里，不管是先来后到，大家在这里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市长陈其迈表示，大碉堡是贯穿历史隔代一部分。乌镇高雄市政府已经取得产权，希望第2期会当伫115年完工，日后正做文化古迹开放予民众参观。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嘉义的独立册店为着要推广台语文，邀请网青来分享用台语创作过程，也教大家安怎使用网络顶头的台语资源。完成某一个动作，华语的“有”是动词，后壁接名词代表有这个物件。分享家己伫网络上创作的作品，用趣味轻松的内容来教大家讲台语。这位合作台南美雅的网络创作者接受独立册店的邀请，来分享伊推广台语、用台语拍影片的过程。因为即卖大部分的人拢是用华语咧做创作，其实想要互大家知影讲，咱会当用华语做的代志，咱都会当用台语来做。所以就是分享台语安怎做创作，还有咱要安怎来学台语，因为真侪少年人拢想要学台语，也毋知要怎学安尼。除了分享家己的作品，伊嘛紹介一寡伫網絡頂面同款咧推廣台語的頻道，希望互參加的民眾知影講網絡頂面有啥物資源。伊攏對即個從基礎來教，教白話語安尼，你會曉講會曉寫安尼，佢會當看。事實上，即馬攏無即個環境啊，聽即種台語的講座，真好。伊拄則介紹的，當互大家不只是家己會當想要看，閣會當介紹，就是教咱的囡仔要安怎去用這個語言，佇啥物款的環境，會當去正確的使用台語安尼。獨立冊店的頭家講，社會上一寡講座較濟攏是華語，對台語文的使用較無濟。為少年人的角度出發，互台語文的學習會當更較趣味、較多元。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公司台語台和高雄在地劇團合作，舉辦全台語的兒童戲劇營，有17位囡仔來上課學台語，咱也做伙來看因的成果發表。台電小朋友來扮做無界動物。來唱出這首台語歌謠西北風，這小演員攏是袂使唱兩隊內底動物，因為2年到6年學生攏有。演戲過程中，伊毋但愛學搬戲技巧，對一寡囡仔來講，上困難的就是愛講台語甲背台詞。我是講我是內底台語較好的，所以大部分是我去教遐個囡仔。會學3歲開始學台語，阿母因自細
自细汉嘛是拢讲台语的。即摆的台语儿童戏剧营来评选17位囡仔，拢做上14节课。囡仔毋但爱学搬戏撇步，佮有表情管理、讲台语等等技巧。剧团佮特别加入4-5首的台语歌谣，囡仔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来表演。台底的小演员伫演出过程中，佮会落台甲观众互动，互戏剧更加趣味。互囡仔毋若讲会使讲台语，啊，佮会使学着足侪迄个演戏的技巧安尼。用台语来演戏，嘛会使互囡仔佫更加侪来体会即个台语、即个文体的即个水。即个袂使像农场是改编绘本8点钟的演出，来加入台语的元素，互小朋友轻松学台语。公司台语台未来嘛会规划开佫较侪儿童节目，互囡仔欢喜学台语。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美国金球奖今日颁奖，这奥本海默拍败芭比，摕到5项大奖，包含这剧情类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也有最佳男主角。Golden Globe goes to Oppenheimer。今日热天票房真好的奥本海默，今仔日伫金球奖颁奖典礼真出场。小罗伯特尼伫典礼开始无偌久，就摕到最佳男配角肯定。第二摆得到金球奖提名的克里斯多夫诺兰也凭着这片，头一摆摕到最佳导演奖。And the Golden Globe goes to Cillian Murphy。规片唔敢相信，顶摆席尼墨菲摕到金球奖提名是18年前的作品《冥王车早餐》，即摆摕到影帝宝座，伊发表感想的时，感谢诺兰阿伯20年来合作信任，互伊第3点钟的电影中有上好的发挥空间。甲奥本海默共同期对拍擂台的芭比虽然入围9项，所以只摕到2奖，包括最佳原创歌曲甲新设的电影票房成就奖。Bella falls in love with life itself rather than a person, and she accepts the good and the bad in equal measure, and that really made me look at life differently. 入围7项的可怜的物件，迄版音乐也是喜剧类最佳影片。主演的艾玛斯东伫片中大打正面无穿衫入境，佮甲伊这片赢得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伫2017年的《越来越爱你》了后，第2摆封后，也是本届奥斯卡影后的获奖大热门。I'm gonna build something bigger. 剧集方面，《继承之战》第4季摕到4项大奖，《怒赤人生》甲《大型餐厅》拢摕到3项。好莱坞年度电影颁奖季由金球奖展开，佮以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来华丽结束。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会伫3月7日举行。公司新闻简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5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